手上好像有个自闭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开夜车下来，因为歪歪的、啊。我还有一球，我要接起来，我要手脚，就我看那球载入迷思，就他那个他一踩就哇就弄到，我看那球被载入，对，看那边光破口，外公，然后球8块，那不是8块，是他们打回来是我们8球，我操！
怕了吧？他妈超可怕！好衰哦，对。没有那样跟到底，那不跟到底，不知道下一秒。他那个直接 out 是最衰的。